正嘅发动中国看下过去，差不多都系几片当配片容。除了算5,000嘅舞天老各自抢菜，其中还有哪一种，卡冇按当然了解。不过做就点点表现加新鲜嘅农产品，介就系客家提起冇从头看到嘅水产用青叶。老普通人人上地图冇卖穷用，中国起黏嘅钢铁之外，面前第二地本高山威能，看起来当上火嘅用气比汤，其实也系两位嘅特色之一。老西浦台南屏东比较起来，卡冇按法嘅发电用气器，主要系分布在受风向老枫林镇两只为所，全部面积大细，最多嘅时节3未超过200公顷。另外，冇话可以嘅发动中国，用为咗按到向前，伫俩为开比通做用青叶。最主要就是因为中央山脉下有仍然唔会停止，有非常强烈嘅河水。俩是万荣溪嘅，万荣溪也好把水花莲溪，依家万荣溪派下来对花莲溪落去，和呢俩是该万荣溪引进来，将呢俩种下嘅俩池内水特白毛嘛，含充满万荣溪嘅水，世界万荣溪嘅水，当强当好。本花莲海、老万里海夹界灌开，从头摆就河南一样，所以河港中，客家乡亲前多嘅枫林镇，30年前就开始有人发现，既然要按强烈嘅水质的两位，系讲并替传统农作利用向5嘅方式，可能会改善完全做农嘅经济生活。头摆仲讲系农业社会嘛，农业社会啦，还为了了个生活啦，了个生活啦，还就为了讲了提拔了到育了到生意啦，还了上路乡个也唔会难嘛，上可能就袂下河么。梧桐数量比隔壁受风少，强调经济化嘅枫林，2条年来用起南洋节、利马、草五物流最多。其中深受欧美市场分享嘅南洋节，因为较好照顾，掠下最多影响。市场前多嘅南洋节，掠下真心名称按照台湾调五，年产会酒，全世界有200人种。1946年有5國2個先生從新加坡引落來，所以本喊做吳國魚。不過老頭擺南洋節比起來，從頭本人腦嘅潮奶梅，有天然河水嘅風鈴向前，因為山脈保持搶水比通，本5個當日都有發水。學嘅南洋節上到唔單將空氣當配，簡單嘅潮奶梅差唔多冇咧，甚至還有人切做5上來食，完全唔係頭擺嘅現象。2條。也算細妹呢，嗬。細妹啊，啲細。低薄兩個大妹啊，一睇咗都幾斤啊？係啊，你一睇3-4斤咯。4斤啊，按多嗬。因為唔係太輕嘅化妝切，當日都有眼皮溜起來嘅5個好賣，所以上嘅是次嘅人都當好切隻來5湯，現托現賣。哦，你有咧開台啊？唔係叫白煙啊？係咩？唔好睇啊！我呢cái mới拍嘅啦。這個。嘅一台啊？兩蚊啊？做咩啊？3個，你5個咯。5個啊？5枚啦，5枚啦，5枚啦，5個。5枚啦。好，這是給你個嗎？切接托，切接賣，攞嚟為賣鵝，就長到海水講，賣人老賣人頭面交熱，馬沙都冇食虧。喺南洋節河鄉冇唔錯，不過提高收入，總講係學鵝嘅目的，所以喺那山脈學出喺那有價值嘅鵝，咪係大家嘅目標。河山河水當然讓做得學出河鵝，地下當強烈嘅比通地圖有千多種鵝，包含福壽鵝、節鵝，也係草鵝，全部都有。不過地圖有一種價值最高嘅，該就按看下過去，該在北東台嘅物流。
在8度太太真破的水面冲世界，一看就是大鱼儿。这条真心名称按照抢鱼，台湾人都嫌弃5、6个鱼儿，分布在世界淡水水内度，生长速度冻结，水体就得上到加10斤。和这种各体穿烫都当本分养的鱼儿，因为肉质配、骨头又少，本用起鱼面的收入都增加1度。5、60人啦，佢青菜色，主要是也比通个所有个有个天金玻璃啦，吼，韩国个按怎么个当路嗰啲吼，做啊5、60个，5、60样嘅东西。5、6吼都有20斤超过5、6吼，肉就当扣，10度吼千50人啦，真熟悉人啊。杨班主拄好食5、6家是体能未高，不过当有经验的渔民讲，就唔得因为安样就实实去学，因为探险嘅结果可能会得到颠倒嘅效果。学嘅呢，就唔得学强米啊，而学下路的话，我又还会睇，甲喊唔出平，你学强质，我当唔出平，假如出平吼，会有细菌感染吼，引扯人去，上次扯到贵比讲。是袂出的，所以当要动作。既然用正确嘅方式来用切，强力嘅防顶比通地图，当然唔会太简单。人一种假使强壮唔会难，未前当然学嘅，就会大家都当学嘅错误。台湾淡水鱼地图，前当然都试过嘅错误，伫中国前到河坝都做得看到，系养殖类四大家鱼之一，身体冲冲软软，最重有1公尺35公斤以上，主要是水草掠到，3到4年就得卖，肉质当柔，营养当多。海学错鱼除了水质爱好，系讲3万钓冲头割草本去食，鲜种品质自然会很啊赞。清水好啦，其实鱼仔时节很难育啦。哦，育了就讲3季呢开始吼，佢就通常不去食草，食抢啊，健抢佢就食嘞。嘿，所以讲佢俩吼，你就讲23万，卡3万吼，来割草，来割抢啊，不去食。所听经济价一个嘅鱼来学，当然系真好。不过总讲鱼通少，学嘅数量未冇多。防顶系讲用数量去竞争，绝对唔系试扑大量学嘅对手。所以想办法用切很啊需要技术嘅水产，让可能得到很啊多嘅利润。花莲人因为中国气候和天气嘅关系，本来为水质天然当好，大家向前学出嚟鱼也系水产，未有500人嘅性质。不过呢2年，大家开始注意哪一种，可能有高经济价值，甚至卖出嚟价值，未可能赚嘅水产，咁就系大家咧看得出去，天天都变做逢年两位全新嘅学嘅水产，行呢。一般农村的春天吼，不用旱的，差不多4、5、6月足足的，吼啊天气比方说差不多6、7月标，年前10万啊，一年差不多数量百。较多冇办法，冇办法，想唔出。旱呢，正式名称按照台湾旱，应用价值高。经济分析，肉地图包含卵白质、钙、铁。除汤之外，未做得用卤来变做含了干头，掠到加工品，分布到台湾、韩国、日本、中国主要嘅河坝、碧通、奶沙地图。这下因为科技进步，加工做保健食品变做市场。不过卖嘅价值虽然高，相对成本上面高度行人。比养鱼的经济是比较高，不过了本钱按出啊，个垃圾啦，韩国个饲料啊，个饲料当贵了。个1月要6、7千呢，1月咯。
所有强力嘅发水、凶猛嘅水山都抗乾，你都可以来当普通嘅避痛度。地背嘅蟹呢，是都係一定品質，係唔單搶大隻就好，最重要係外殼嘅色而入網，肉質而要拿配，價錢也會高。你蟹呢啊，我看佢有配冇配啊，所以看你看佢師傅啦，人硬吼，佢肉就大啊，佢師傅唱硬，就你細細走去嘛，就拉仔嘛，吼拉仔你熟到。你硬落差唔多會3-4個，哦，像你看佢師傅軟啊，看起來就當皮啊。因為河水嘅關係，啲啲會學下呢變性優勢，不過天然環境挺好，唔免鄉親前歡喜嘅同時，前難維係來嘅避痛，都到釣嘅挑食，也係另一種災害。將個水鴨尾啊，佢天當背嘅水鴨尾呢，前大隻啊，叫個。佔水面嗰度嘅先啊，係當厲害啊！佢一張係稱6-7斤啊，當大隻嘅啊。佢先要冇用夾嘅裝到，咁刮夾嘅呢度就可以啊。冇污染嘅河堤防，水鴨釣嘅體能也多。唔免講，天通就是幾百斤，也是做得盡量去腳，冇其他辦法。不過，記得講，發動用青葉係那大嘅問題，其實係人為問題。除了航銷冇整合，不論學呢也係學下呢，長期交通冇離片，食材挺吃虧的。運費的方面，1斤就要多人家2塊錢了，所以人家說，你20塊可以賣，我20塊不能賣，這最大的原因。你不要看，他一天拉差不多5-6千斤了，5-6千斤的話。就將近跟西部那一方面來比的話，就損失將近1萬多塊。當干股啊，穿冇上下啊，冇馬錢啊。喺你啊，仲講啊，時裝而家時裝我賣幾多有限啊？誒，喺冇外銷冇出，啲大件事而賣吼，就講你啊路交通唔方便嘛。外鄉你嘛唔知運用乜賣到哪兒銷路冇銷路啊？次次嘅水產都到冇離片嘅交通，直接本唔免成本增加，利潤變少。面對近來艱難競爭嘅用青業，前度鄉親天天嘅轉型，甚至病態。看看圍上地圖檔，頭擺和票時前度避痛嘅位所，一下都變做一片草儂儂，也係各種青菜，可見發動用詞有幾艱苦。要按好嘅水源，要按好嘅地形，係講重新規劃又好鋪頭。30年歷史嘅鳳林水產用詞，或者還係做得有新嘅機會，至少鄉親了解係按用期待